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今仔日咱《市民时声》节目呢，要为大家来访问到一位呢，算是咱节目当中的常客哦。不过呢，伊进前是以着局长的身份，到咱节目当中，甲咱所有市民朋友呢，做伙来关心市政。不过现主时呢，已经换了身份哦。咱今麦就来欢迎咱台南市政府的副市长吴宗龙吴副市长。市民时声，大家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非常欢迎副市长哦。副市长进前呢，你拢是以着这个公务局长的身份哦，来到咱节目当中。那么今仔日你是第一届呢，以着咱台南市副市长的身份到咱节目当中哦，来跟咱的观众朋友见面。啊，现主是你的心情是安怎？因为你换了无同款的一个职位吼，是不是责任更加重大呢？多谢主持人啦吼，因为拢做公务局长吼，5月20。这个市长吼有来提拔啦吼，即摆做台南市副市长，但是所负责的工课，应该拢差不多啦吼，拢差不多。前摆是公务局所有的工课，即摆是大概所有工程单位吼，公务、水利、都市计划、环保、交通、地政，等等吼，这较有工程的单位吼，即摆大概是我负责安尼。对，所以其实呢，除了工程以外，其实你负责的吼，愈管是范围愈大，因为副市长的责任一定是更加重大嘛吼。其实咱看这个副市长你的资料，咱知影讲，你是这个嘉义县出世的吼，对无？对，你是嘉义县，我嘉义人对。后来你爱着咱台南对无？来台南定居。是我这个高雄吼，做公务员做到57岁吼。是。来台南，是本来是53岁吼，这个咱考前市长考前是，叫我来甲帮忙，原来是讲好讲，无做2档就好吼，55岁准备退休，不过，互咱考前市长甲咱赖市长吼，前后2个市长吼，赏识了吼，也可以说他们无气焰，无气焰。所以我今晚已经做12档啊。对啊，您真的客气了，要受到前后2任市长的重用，真正不简单哦。那我们知道说你是嘉义县人，然后后来，你是这个台大硕士毕业嘛，后来又有考这个高雄的第一科技大学研究所的博士。那后来高考之后就一直优等嘛吼，然后就开始当公务人员，拢伫咧高雄服务。伫咧高雄服务这段期间，你拢是伫咧公务局啦吼、环保局这相关的领域，就是工程方面非常的有这个打好这个基础。所以后来呢，受到我们这个前台南市长许天才的这个重用吼，来到我们台南市，开始来咱台南市定居。然后呢，真无简单，佮受接煞。受到咱这个现任市长赖清德赖市长的重用当了12年的公务局长那现在呢，更是赏识他觉得说，他各方面的能力资历真的是都够了，所以呢，把他提拔成为我们台南市的副市长啦其实虽然你拄则做客气的讲，你做的工课拢差不多，但是事实上你要做一个企业副市长，真正是无简单所以对于来讲，这是你人生当中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对，没有错，大概也没有想到了，本来就是说也没有想到公务局把它做好就好。本来是想讲这个公务局长退休安尼吗？对。哇，结果受到咱市长的重用啦真正是无简单。咱知影讲这个赖市长当初他其实要提拔你来当我们的副市长，他授予你2项真大的任务，第一就是讲控制地动了这个中间的任务嘛，另外就是讲你本身伫工程方面非常的专业，所以呢，咱台南市有这个旗舰计划重大工程包括这个美术馆还有图书馆总馆的新建、亚太棒球村。
好，另外就是多功能会展中心啊、炮校迁移等等这些呢，都是市长要重用你的哦。好，那接下这个副市长之后，我们知道说，这些重大工程当中哦，一定马上会面临着一寡问题，其中一项吼，就是讲相当一直就是说陆陆续续都有一些争议的，是咱台南铁路地下化这项问题。那副市长你接来了后，你敢会感觉讲，这对你来讲是一个烫手山芋吗？哦，这个这是安尼啦，市长，我是感觉我足佩服阮市长吼。他对于专业的敬重，那基本上他对于局处长的任用，他的干部等等，他比较不涉及政治考量。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佩服。对，那他也是一个比较非常特殊的一个政治人物。他除了比较正义感，而且坚持对的事情一定会去做以外，这个操守，青年勤政操守一流。对，这是没话讲。没错。那基本上，我的专业部分，那市长是交付2个任务哈。第一个就是希望把0206震灾灾后重建，帮忙把它尽快紧实，而且品质要做好，把它全部复建完毕。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任务哈。那再来，他希望在这个2年半以内，把所有台南市的重大工程，就像主持人讲的哈，咱即马在做的已经发包啊，要做的足济足重大，拢差不多一个工程拢几乎超过20亿。若无20亿，无毛10亿啦。所以会就包括炮校，炮校差不多40几亿。炮校的迁移，啊，含土地抓算拢超过100亿。这个咱的棒球村，咱有6地，6地后摆有做6地迄个棒球场，那其中2个是25000人，每一个场中25000人，即马全台湾上大的棒球场是2万人的，咱有2座25000人，还有2个少棒那个正式比赛场所，还有2个练习场，拢总做6个，伫咱这个河村动卫府，就是讲咱国立历史博物馆对面遐，40几公顷，那个是一个非常环境非常优美将来我们包括转运中心，包括5星级旅馆，包括停车场都会全力来配合。这个棒球村，这个已经设计完，现在准备要来发工程标。那炮校迁移就不用讲了，就是从永康要迁移关庙，替公部起一个新的炮校，新的这个炮校的训练中心。那另外还有我们现在期待很久的美术馆，还有文化局的台南总图。台南总图的意思就是讲，咱台南市的总图书馆，上大间的。这个所有的书量，书的书籍的量最大的，规模最大，服务最好。总图书馆在永康。另外会展中心，我们最近行政院的同意，大概20亿，我们在咱的高铁也用这个会展中心。这个会展中心大概是台南市的创举，以前从来没有。咱认为展览馆拢是迄个工业覆盖。都很老旧了。对。那我们这一个展场，除了可以做工商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小巨蛋的功能，包演唱会，还是讲服装表演，还是咱的力能科技，还是咱的南花展，拢在这个馆，而且是室内的，它有1000人的一个会议厅，500人的会议厅，还有300人、200人的会议厅，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除了可以展场，也可以会议，也可以买卖，谈生意也可以在那边，另外也可以当小巨蛋的功能。这个是市长最近刚刚行政院争取到的，大概有20亿的经费，这个是会展中心。是。另外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智能交控中心，就是讲咱的交通局也摆要做一个智能的控制中心，会当控制咱。咱莫搁塞车，还是讲咱的交通会当用电脑，还是用比较
智慧的方法去处理，这一个都是一个新的观念、新的工程。是，当然还有很多啦，我帮他统计一下，这大概有80-90项，但是会把最重大的、最重大、最有亮点的，几个很重大的东西，这个帮忙市长在这个2年多这个任期，把所有的重大工程要完成。哇，是，对。那刚刚主持人讲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我们刚刚去内政部辩论，就是说，自救会嘛，自救会说不适合做，我们认为说这个是牵涉台南200万将近200万人口的一个命脉，这个是一定要建，这个对整个都市的缝合，将来的交通系统，还有整个安全，你看那平桥道拢总几档来都弄死14个以上。对啊，常常咧听到出代志。所以这一个安全，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这个一定要保障。这个是我们全力在推动。那，我们当然要合法了，那要等内政部它都市计划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工。那当然我们会这个期间我会尽量跟自救会再沟通。再取得他们的谅解那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推动不过只要合法，只要内政部通过都市计划的程序，这个台南市政府一定全力责无旁贷，一定会来把这个事情开工，继续来做这个工程。是。哇，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市长已经交付了很多的任务给我们的副市长了现在一个咱伫咧这部的最后买来好好访问讲副市长是要安怎来推动这个建设。那么拄则咱有来讲到市长呢另外一项除了重大建设以外，就是0206的赈灾这个后续的重建工作嘛其实呢咱来想着讲这个0206这个赈灾大家应该印象还蛮深刻迄摆当讲是副市长你伫咧工务局长任内，会当讲是无过上界大一届挑战对无？因为迄个时阵哇，多好卡着要咧过年的时阵其实即马讲着大家想着拢还是会眼眶会泛红会觉得说哇，那个时候的事件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其实迄阵咱知影讲公务局长你伫咧当时其实就做出了这个救灾史上呢突破传统的一个做法。那到底是什么做法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以后呢再来告诉大家。所以这个事件发生至今大家还是心里都会有一些伤痛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走出来，
后续的重建是比较重要的哦。好，那当初时吼，咱知影讲发生这件代志的时阵，迄阵呢，所有全国的媒体甚至全世界，大家拢在关注吼这个事件，所以现场吼，当讲是新闻媒体啦、SNG 全部拢进驻，所以当时咱买当看了讲哇，那时候有的救难人员呐，包括讲还有我们的市长啦，还有公务局长，其实每天都是在现场。非常辛苦的去决定说，到底怎么调度，怎么去救人。啊，迄个时阵吼，其实一般传统咱就会讲，要救人吼，拢先用乌的嘛，因为安尼惊讲机具入面会去伤害到缀伫下骹的人。但是迄个时阵，咱知影讲，副市长、李准公务局长的任内，你做了一个决定，你就是讲呢，要启动大钢牙，然后你还讲了一句话，让大家觉得说，哇。真的是很有魄力。你说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然后启动了大钢牙，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这个是一段非常深刻的回忆哈。大概农历过年的前夕，0206早上4点就发生大地震。对。那我当时我是住在9楼。我当时的感觉是说，可能。这一辈子都到此为止了那个哇，迄阵海咖你多9楼的高，9楼振幅啊，实在是非常吓人。然后停下来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台南市政府有编制，那如果地震的话，是公务局一定要到现场去帮忙救灾。是。那要去现场以前，一定要办2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能够帮忙的技师。土木技师、建筑技师一起要到现场。这个是灾害防治法的规定。而且技师是免费，这个不能有任何酬庸，然后到现场。那我到的时候大概已经4点多，因为我需要把技师还有相关的机械调到现场。那我到的时候，市长已经到了。而且非常的急。他当时。只说要赶快把那个建筑图拿出来，因为如果没有建筑的所有的结构图，是不太能够救灾。对，我记得是市长是非常的理智，非常冷静。那大概因为原来的图就放在改筑以前就放在那个现在民族中心，就新年。所以当时都休假，我就派了3位同仁。这个半夜大概6、7点、5、6点就跑到所有的档案室全部找，因为以前的台南县还没有电脑回档。那时候所以大概找了3个小时。哇，找遐久哦。对。那拿到现场，市长是看的时候，这个图，不太能够用，因为一般的建筑图外边的人很难看得懂。所以要重新画。然后把总共 ABCDGFG。所有的每一栋的面积都画出来。那他要求每一栋都要有1张，因为要交给消防局进去救援。如果没有这个图，他根本不晓得说，A 有住几个人 ，B 有住几个人 ，C 有住几个人。对。所以第一个把所有的地形图，所有的建筑图都改写以后，那很容易，所有的救难人员，我到 A 救了几个人。里面总共几个人？譬如说5个人，我救了5个，我救了4个，我救了3个，等等，就可以很快去统计这个还有几个人没有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科学，所以我当下觉得市长除了非常迅速到现场，而且非常冷静。那再来，因为我们所谓救难有72小时，黄金72小时，对，就是人在里面可能3天以内你救出来，他存活的机会非常大，所以叫做救难的72小时。是。那这一段时间，全力由消防局，包括全国有很多1000多个消防人员进去抢救。但是这个抢救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因为一般的救难人员的装备，不是像做营造工程的那么装备那么好。譬如说，有的人压在那个某一个空间里面，要打着那个墙壁或者打着地板，消防局那个装备是可以，但是要非常久。
那我当天晚上就调了将近50位，专门在做土木工程的打凿工人，那每一个搜救大队就配2个人。如果搜救大队讲说要打哪一个洞，他们就帮他打，这样救援的速度就非常快，速度快很多，会快很多，快很多。所以几乎在当下大概1天里面能够救的，能够好救的，大概都全部救出来，都救出来了。对，然后到了第二天就是黄金48小时，就大概断断续续侦测到有生命的迹象。就说好像有生命迹象，但是不是很确定，但是主要有生命迹象就要救，那基本上就开始打凿，或者是说这个救援人员，但是那一个好救完了以后，剩下那个非常漫长，时间非常漫长。那当时48个小时以后，大概2天。市长就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就说大家都很心急，包括家属，他们比我们更难过，他们希望赶快把家里的人救出来。对啊。那我当时是有初步建议说，不然的话因为用人工的打凿，总是用大钢牙是用剥的，用咬的，基本上就是等于比较。不像说一般的怪手噼里啪啦，那个楼层马上垮下来，那里面的生存的人就机会就非常小。对。那大钢牙它是一个机械它基本上可以，它的咬力只有大概400-500吨就说好像那个出脚趾老虎一样可以，我们不在玩那个电动玩具，叭，这样的做法就不会说。楼顶或者屋顶垮下来，压到底下来，还有存活机会的人。那市长是非常认同当时，但是消防局当时有讲说，他们有救难有黄金72小时的规定。对。那后来市长就决定说好，那就从人都救出来的楼层，就是统计以后这个楼层几乎都救出来了，从那开始拆。那还有生存机会，就还没救出来的，或者是有侦测到几乎有生命迹象，那个在救。那就一直救到最后，好像有一位，最后救出来。那个好像是被压到大腿。对。那个救出来以后，大家判断说已经超过72个小时。那基本上。能够用的手段都用了，因为大钢牙进场不是一下进去就一直咬，不是这样，慢慢挖，慢慢咬，慢慢挖，慢慢咬。那他的每一队搜救人员就配一个工程师，一个土木技师，那去主导说，先拆哪一块，你不可以去压到别人，对，压到那个生存者有生存希望的人。那另外我们有10几个人消防队员就。跟那个大钢牙一起工作包括我建议就是说在最上面那个大钢牙不是很高吗？那他的司机还可以坐一个人，司机旁边可以坐一个人，另外一个消防队员坐在有一个高的底下有10几个，就是从高大概3-4公尺高去侦查地面上10几个做地毯式的搜索。那我们是以救人为先，对不可以，就算是大体也不可以破坏，这2个原则，然后剩下的再用大钢牙去处理。那大钢牙，因为如果要救灾，你需要速度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对，而且它是不伤及生还者，也不会伤及大体。这个我们到最后救了，包括救了2/3人以上，2/3以上，大概200-300人。那有不幸罹难的有100多个人，112人，等等，包括他的大体，都没有，都没有损害，都没有损害。这个是术后的印证了。不过因为当时，会有很多争议，因为也要顾及消防局的救灾的黄金72小时，对，另外也要顾及
家属那个家属的焦躁的心情，没错，还有媒体社会的期待，等等，这个好几股的不同的想法，但是要做一个真正对救灾非常有帮忙，而且能够快速，把人救出来，对，这个把大体保全的方法，我到现在还认为说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方式。对啊，哇，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呢。面对那么多方的压力，然后要当下，付了这么多人命在身上哦，所以你要做出一个决定，在真正不是简单的哦。所以对你来讲，这改的经验，真正是讲你有史以来这一生当中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对不对？这是当然很难得了，不过最好不要再碰到，对，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哈。对啊，没错。所以讲到这个02、06这个震灾嘛，那后续的话可能就是说也经过一段时间了哈。无在，咱今嘛等于讲要中间的进度到底是进行到什么所在？其实我们不止在救灾了哈。我虽然在围观的现场，但是除了围观，这个整个大楼倒下以后，对，我们民间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百姓我们市民的一个很多房子大概事后统计有1040间有的是地震，大概地震引起的大概539件，那地震引起土壤异化，就是地震以后那个土壤会下陷，那下陷的这个也有500多件，总共2个加起来大概1040件当时依照法令在1个礼拜以内要全部调查完毕。那1个礼拜我们在救灾，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同仁在做内业那后来市长就是体谅大家，他再延，因为大家正在忙，就再延1个礼拜，总共2个礼拜。那总共这个调查了勘察了1040间。那也非常谢谢这个台南市所有的土木技师、建筑技师，甚至于嘉义以南很多我们技师的朋友都过来支援。那个因为案件实在太多了，所以就算台南市这个所有动员的建筑师、技师、土木技师等等结构技师，这个还是要别县市来支援。不过总算这个在2个礼拜内完成市长的任务。这是房屋要去勘灾的部分。另外，我们桥梁97座。那我是很怕说地震完到底桥梁道路还能不能用？不要就说这个围观救好了，等一下哪一个桥梁断掉。所以我们当下在24小时以内在现场，那我通知所有的同仁，在24小时以内要把所有的97座桥梁全部做一个巡查。那巡查结果大概只有1个桥梁，它是那个钢索稍微变形，那其他都安全。那一个钢索经过调整以后，大概2天以后，也正式开放。所以97座都安然无恙。那除了那现在的灾后重建就是在市长指示的重建计划以内，大概都已经就绪了包括对于往生者的赔偿，包括我们重建，就是要重建的可以重建另外我们可以有补偿金包括房子倒塌的啦，或者是说这个要补强的结构补强的红黄单，我们有一个补偿的标准。是。那基本上市长是做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考量。那也兼顾到照顾的责任，照顾责任。这个慢慢会有陆续的程序公布不过基本上对于这个重建等等的工作都非常的就绪。对。现在声音就非常非常的少。不过就说后续还有很多各界主教的地方，那我们都会把所有的意见做一个综合。我想以市长这个勤政爱民那应该所有的善款绝对不会用到别的地方，一定是用在02、06赈灾上面，这个是毋庸置疑。
对，没错，所以咱台湾是伫这个地震带嘛，那这次的经验其实也可以作为参考。那当然咱是希望讲卖发生的来得好不过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都已经有按部就班陆续在进行了。好，那副市长，我们知道说你在公务局长的任内，你其实一定拢对自己有一些期许嘛，包括你希望讲可以建构那个我们很方便的这个交通网络啊，还有开辟大公园，提升工程品质。那另外有一项大家就是津津乐道的，就是说你的路平专案，列路平专案真正是让人耳濡目染。到底为什么？咱先来看一段影片。过去骑着摩托车在台南市的马路上，每一次上路都像一次奇幻的冒险旅程。破损皲裂的路面，修补后高低起伏的马路，大大小小的人手孔盖，马路两旁过低的水沟盖。行在台南市的道路上，到处都潜藏危机。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不平啦，对不对？你看水沟面跟路面就有差啦，这拢碰出来啊，就碰到这啊，你看那个那一窟落去啦，我都爱徛去惊跋倒啦，所以里面啊，等着热情，伊拢会同阮讲啊。我想路平是全国性的问题了哈，大概所有政府的施政满意度比较弱项的部分就是道路的平坦。第一个就是说马路最不平最大原因是因为管线单位的挖掘。我们马路上管线单位有几个管线单位？自来水电力公司、电信局、嘎斯下水道，这叫做5大管线啊。其实总共有41种管线，41个管线单位放在一条道路上面。你说道路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严格的管制或者仔细的施工，今天这个管线单位来挖，那个管线单位来挖，几乎是不太可能路平。我们要做路平，要把所有管线单位找来。我做了路平以后，你3年任何管线单位不准再开挖，管线单位先来。我已经要做了，你要先所有的管线单位。包括它的人孔那个盖子完全要下地，大家都下地，让管线单位先预埋，都已经挖完了，管线的人孔盖都下地了，再由政府做路平。经过了前面的协调会议与各单位前期的作业，终于在5个月后的今天。开始了路平专案的施作。像这样的路平专案，从民国100年开始，已经执行了将近50个路段，完成了71公里的路面与地质的改善，人手孔盖的下地率也达到70%以上。我们高速公路它的平坦度的检测它的标准差是2.4公里，就 mm。然后我们台南市政府现在定的是2.6公里 mm， 那个数字越小，就代表它平坦度就是越好。它基本上我们现在做完了以后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从100年的路平专案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台南市政府现在所做的平坦度的检测完工后的都大概是在2.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做过道路的平整度的标准是比高速公路的标准更严格，而且绩效更好，这施工品质。虽然道路铺好了，但是还是在那边看，给人家骂，大概6个小时，让沥青从130度一直降到50度以下，然后来开放。这样的话，品质也顾到了，地质也改良了，又经过6小时的管养。当然，最重要就是说，我做完以后3年不止开挖。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来的话，现在我们最长的做了3年了，到现在都还是
平坦如初，哦，这是我们最少还蛮经得起考验的一点。大家都可以看到说，哦，结果路平专案之后，这个路比较好走，而且也比较宽阔，甚至有里面它是不属于路平专案之内的，像虎前路，它就有像说，里长，我们这边怎么没有做路平专案？我当然希望说街道都能很平很顺的，让你启民或是里民来共同使用。看完刚才的影片呢，大家应该知道说，路平哦，其实就是咱民众的感受上盖深的哦。啊，大家民众来讲，感觉讲一出力你都有病无病，伊就感觉讲你这个政府资料好唔好啦哈。好，我们根据这个媒体有调查说，来全台哪里的路是最平整的呢？结果答案呢是台南市。好，另外呢，我们台南市长赖清德哦，迄阵在竞选连任的时阵，他强攻什么呢？他强攻的就是我们的路平专案呢，这是一般管市政府吼，刚刚啥出来讲的啦。所以这代表讲什么代志呢？就是讲咱台南市的路平真的是做得很好哦，很令人骄傲的。所以讲到路平专案呢，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副市长。其实讲路平专案以前哦，我其实也要对台南市政府哦，这个。把那个交通建设讲一下哈，其实比路平专案更重要的交通建设做非常多，对，是很多，对，哦，譬如讲咱即嘛讲，咱台南市哦是全国为三纵三横，咱有3条直线的道路，对，3条环的，而且非常的这个快速，能够把所有的任何一个人7点钟内面可以送到他需要的地点去。我现在讲，咱直线就是讲来国道3、国道1，各一条西滨快速道路，台61线。这条国道1、国道3，这大家拢行到咱拢唔免讲啊吼。台西滨快速道路就是讲对台北即马直做，要做来到咱站门溪，8栋寮9块厝。那个地方，就是讲伫站门溪北边，对台北做来到咱遮，咱台南市这段土地拢征收了，即马当咧拼工程，佮剩差不多应该708年就做好。是。啊，咱台南市旧的台南市这边，咱有2.7，就是台江大道，咱向北做，即马咱嘛到今年3月拢做好啊。这条本来是60米的都市计划大路，即马做30米。即嘛先做甲土城，圣母庙去过，接甲咱的曾文溪的南畔，伊做甲北平，咱做甲南平，中春节啥？春节曾文溪大桥，那曾文溪大桥，即嘛等咧甲中央投资，我们还有时间啦，因为它要108年，那我们是比较快，我们今年11月份，整个台江大桥就完全通车，哇，所以。咱即马有3条地理，就是台61线那个国道1、国道3，3条环的都是在市长任内以内这个做了很大的进展。对啊，很不简单第一条就是背河嘛，迄较早做过来咱北平就84就是同尾仔段，都对这个国道1的头前，往海边走，咱这个84号是对玉井做甲咱客家去过，北门，这条是全台湾横向道路上长的，全台湾，咱台南足特殊，咱山顶到玉井，海边到北门，所以阮阵咧迄个进攻典礼遐渔民就讲阮这个玉井咱透早来玉井，咱北门对不对？掠沙目鱼透早来玉井卖了咱伫玉井买山啊，转来咱草地卖，拢行这条84线，从山上到海边，这个是就是从这个1号高速公路
往海边这一段是市长任内完成，哦，所以就山海线就连通了，这一条非常非常特殊，全国最长的一条横向的道路。对。哦，另外86号也是最后一里路也是市长完成的。就是从关庙，哦，8十山拄关庙，到咱的滨海路，就是到咱的湾里。对。哦，鱼球啊。哦，即马永过永成路真侪车咧行，即马这条通了，永成路车就减足少了。这是3纵3横。那这个交通网做好以后，咱台南市哦，像我要入境，唔免7点钟；我要新娘，嘛免7点钟。哦，啊，帮忙要去入境，嘛免7点钟；新娘要来台南，嘛免7点钟。哦，所以咱的交通网建立，这样才能够工商发达，对，才能够这个促进产业经济。啊，对人的运输，你要去上班也好，你要去食头路也好，要读册也好，等等拢做方便。对。哦，这3纵3横的高路，这确实咱真正咱台南市的讲起来是龙脉啦。哦，这灵骨甲做好，咱的交通做好势。对。哦，啊，这个路平专案这是安尼吼，这市长唔是讲连任啦，伊拄啊上任2礼拜，就甲叫伊讲，这吼人外口咧讲吼，全台湾路拢无好啦。哦，来，啊，你来替我想一个办法。哦，好，我就是想讲，哇，这大问题呢。全台湾路拢无好，唔是讲咱台南市无好呢。我就先带队去高雄、甲台北。哦啊，有去甲参观啦吼。啊，完了有一寡人好的所在转来。但是因的做法拢袂当达到市长的标准。哦，市长的标准就一项。路爱平到啥物呢？新甲旧哦，敢若有迄个色的差别尔。高低差，吼，拢爱平，袂使有高低差。哦，啊，我台北甲高雄虽然做得袂歹，但是无法度达到市长的标准。还是有高低差哦。对，那后来我大概有去日本，顺便去看他们的道路。哦，那也看了一些东西。那后来转来吼，我就请阮有关工研员逐个来研究，要哪达到咱市长要求这个物件，所以阮家己去研拟一个工程的程序。哦，市长第一个要求讲，这个一定要平。第二，路做好，3档袂使开污。哦，3档拢袂使污。哦，就是一条路若做好，互你最少你享受3档啦。哦，啊，我才甲大家报告吼，就是讲。对民国99年、100年到即嘛，哦，已经头了5档外嘛，吼。做过路平的，莫讲3档、5档嘛，也无人来个误。哦。嘿，所以你甲看，任何你看东宁路，吼，东宁路、新台啊，东宁路，哦，长荣路，哦，你甲看5档啊，拢毋捌人误。台东路，哦，咱要去86个高速公路，等等。咱做过到即嘛5档啊，也无人误，所以大家感觉讲，哇，即嘛路基做好，是因为路无平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讲，咱有公线，但是我头路讲过吼，咱的美食也有讲过吼，有41个，即嘛头有43个单位，吼，就地下公线有43个，吼，包括啥物通讯的啦，包括路灯啦，吼，包括即个红绿灯，对，等等，拢有43个单位。所以伊才乌了补，大家老百姓有些印象，啊，路搁咧乌啊，啊补，但是遐济搁补袂解决。对啊，所以阮即摆做法就是讲，路若要做路平，除了地基改善以外，阮先叫公线，拢爱落下地。嘿，甲迄公线无必要公线，无必要人孔拢下地。所以，这个人工减少，路就会平。哦，啊，过来，阮铺2站，普通咱的路是铺5公分尔，阮是铺10公分。第一站是去调整咱所有路平，第二站你铺落去，咱就平。嘿，所以这方法做了吼，效果非常好。吼，我即马简单念吼，敢若全国来参观呢。哦，新竹县、新竹市。
这个嘉义县、嘉义市婚姻关来3摆，这个嘉义市市长拢亲身带来，新竹市甲所有的主管，包括市长拢带来，佮甲咱的所有法令、咱的方法，甲咱定的道路挖掘管理办法，全部拢去 copy， 摕转去新竹。对啊。结果，因的行政，就像咱这民政局长迄类的有拍电来多谢，讲人反正学恁这套了人努力报应，减超过3分之2以上减3成。包括贵阳最近嘛来看。对。等等，这互相学习啦，我是感觉这对台湾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嘛，所以我们都不尝试。来的话，阮就甲答，要怎做？对。阮的方法拢甲伊讲。哇！伫这几冬，像4、5冬来，阮全国咧比赛若路平咧比赛，若阮差不多6冬啦，比赛6冬，阮有3冬第1名。无第1名嘛，第2名啦。对啊，真的很不简单。大概拢这个成绩，拢甲台北市、新北市咧拼。基本上这一块是，当然咱议会甲咱市民也足支持啦。有当咧做总是爱时间嘛不过阮拢尽量甲这个路平这个时间来缩短甲做较精准。咱5冬到这5冬啊，还佫平一平。你会当，阮已经做113条啊。咱会当差不多长途差不多伫台南，会当开到去台中以北啊。做遮长啊即马咧做，逐个拢无声音。拄仔做第1条时我的电话差不多3秒钟，咱就卡一道。嘿，是安那？咧做的时人交通无方便嘛。对啊。我拢真耐心来解说啦，因为做好做好爱烘甲淡仔温度爱150度互降温降到50度，安尼行咱担甲较袂害。你若讲150度带风了，你就可以行，伊就落去。所以市长有甲教阮讲一个口诀，讲你互我6点钟，我互你3冬。安尼会好啊。对。所以第1条、第2条，老百姓电话拍足济。过来第3条以后，大家拢知影我好咧做路平，拢袂讲啊。即马里长啦、议员啦，大家拢敲电话讲，阮这条要做路平呢，你无来甲我斗帮忙，煞变良性了。对啊。那包括这个，我知影足侪计程车司机，有当人客来，就甲讲，好，若阮当时这路到平啊，这个两公车拢变免入的。因为赛起来拢做稳啊。对。对啊，哇！所以咱的路平已经变成我们全国各县市的模范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就是一直都在获奖啊在这么就是说我们的经费补助可能没有其他县市多，但是我们呢品质却是做得最好的啦好，那另外呢，副市长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说，我们最近台南市得了一个很不得了的国际性的大奖就是我们巴克里纪念公园，那就是在你当公务局长的任内送出去参加比赛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巴克里纪念公园的影片。Southern Tainan Sub-Central District Park is located in the east part of Tainan City. The centerpiece of the park is the famous Dream Lake, an important water source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era. The lake is also the wellspring of Jushi River. And the impressive landscaping surrounding the lake features the perennial cypress trees, a seasonal beauty of different colors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river runs through the park in beautifully curved water banks with layered wetland vegetation. Wooden platforms were constructed on the shores of the Dream Lake for visitors to enjoy its serene beauty. Willow trees littered along the water banks acts as a deterrent to harmful ultraviolet rays,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a pleasant and scenic refuge for the visitors.
The open waters provide a diverse habitat for multiple organisms that help to restore the regional natural ecologies, especially the fireflies that are unique to this region. The water bodies also help to modulate urban microclimates to offer a more comforting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hile perfecting the Ecological Museum and Park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ainan City. The park houses an environmental center with a green facade, while the rooftop solar panels provide the natural lighting for the building. A complete package that builds on the architectural truisms of less is more. Less energy usage and ecological friendliness with the emphasis on local colors. The park provides the perfect leisure experience for locals and visitors. 好，我们的巴克里纪念公园呢，很不简单，来获得了2016全球卓越建设奖的首奖。那这个奖呢，可以讲说是不动产界的奥斯卡奖啦吼。所以当初副市长你代表咱台南市去领奖，迄阵你的心情是安怎？当然真欢喜啦吼。啊，其实这个特别欢喜的原因是安尼啦吼。咱台南市是这个。那个不动产的奥斯卡奖但是前面得过3次，对，3次奖，但是都是第2名，都是银奖。之前那3次都是第2名。对，2007咱的巴克里，咱就得到第2名，这第2名嘛无简单啦，全世界有43国来比赛，得第2名，叫做银奖，银奖，到过2冬。咱的河海打通工程，安平的河海打通工程，咱迄年嘛得卓越建设奖，世界卓越建设奖的银奖，也是银奖，第2名。到去年、前年啦水高峡公园，咱就开辟一个新的公园。对，迄是日本时代空军基地，这个甲咱民国了咱做空军的。将官的宿舍，咱迄个公园顶改造，咱嘛得第2名，有一日我就甲阮所有同仁叫来，我讲咱第2名得3摆啊，咱变化卖变化卖，看能不能把台南市最后一块的补丁，这个最后一块荣誉的版图，把它补上去，是，果然在2016拿到世界卓越建设奖的金奖，这真正无简单。对啊，全世界有43国比赛，咱这得是爱全国，咱台湾先比赛，比赛了有资格，像咱的影片了，较袂做营业影片较送过世界比赛。咱是伫台湾算表现上好，较有法度摕到金猪奖了去全世界比赛。可以当代表出国啊。头拄仔是用英语是因为。世界比赛一定要英语咱阁挑43国竞争，咱得第1名。其实市长咧讲咱的经费无遐济，所以这个工程差4500万到5000万。用足少经费，人别人要比赛拢，若是3个5亿，上少嘛10亿8亿。咱这个用4500万。对，不简单。就是全世界第1名那。最高兴的是，就是说，终于我们公务局的愿望是实现了。把市政府最后一块荣誉的那个奖章把它补上去。因为咱将来要摕过金牌。对，第1名。那其实是我非常感谢公务局的同仁其实市政府这4项全部拢交务局得到。虽然我是。监考评的召集人，工程考核召集人，所以我嘛足希望讲，全市政府拢齐头并进，莫讲，当然干务局是等大纲，这是无毋对啦，就讲大家来齐头并进，无你看咱明年，咱图书馆，咱的机密博物馆，也是咱的总图起好，
我是希望迄品质有到国际的水准，咱嘛会当去摕来世界比赛。对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开端。不过今年真的非常非常特殊就是说我们的能够打败全世界对，那么多有名的国家他的作品拿到全世界第一名。对啊，帮你在公务局长任内完成最后的一块版图，哇，拿到第一名真的很不简单。好，那副市长，那我们就是说，最后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来报告一下你今年接下副市长这个职务未来你要安怎协助咱赖市长来把这个市政建设做好？是，这个市长交2项任务花嘛就是讲咱重建0206地震的重建对。那这个在市长领导之下这个都非常有秩序，而且很严谨包括合乎程序、合乎法制和合乎法令，都非常严谨进行，而且进行非常快。那市长这人是做善心的人有当拢家己出来捐款，家己出人捐钱像阮的不动产协会台南市甲原来台南县2个不动产协会拢按捐1000万，用伫这个需要帮忙的重建大楼重建拢分别为间重建啦，为间补助等等，所以伫这个重建这一块按部就班基本上已经非常的就绪那另外就是我大概有跟市长报告，就是说，咱春节2人半，最后爱来拼赢拼赢就是讲甲这重大工程一定爱伫一个时间内像市长大概剩2人半嘛无到2天半爱甲这重大工程做甲一个段落，会当完工就砍完工，会当开工砍开工，会当验收砍验收，互市民。咱一个大工程，后完工的、后咧做的、后开工的，等于拢甲台南市的基础做一个全部清电、全部建设。对，爱互市民看会到。对。市长足认同的像讲最后咱2人半，咱较早讲基础拍，即嘛来开始要即个做动来建设。对。那我头仔讲的简单，铁路地下化，这爱做。这炮校千里，这嘛爱做。咱的棒球村也咧做咱的美术馆也咧做咱的总图即嘛咧设计这毋是用讲的呢，已经所有工程拢开端啦，拢开端啦，包括会展中心，钱套着即嘛开始咧发包设计，比如讲会展中心。伫咱3档内面，应该是109年，最少到107年底，大家一定看到讲迄个会展中心要好对，这也对咱台南市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包括咱的一个大家较唔知影，叫做绿色科技园区，迄是一个全台湾科技园区的头脑，就是研发单位。研究单位、研发单位，就是讲伊研究了某项做了，较摕去附近的工业区设厂，所以迄是全台湾头壳上好咧做绿能科技的，拢会集中伫咱台南。这嘛去争取到的。哇，不简单。这是总统蔡总统的一个5项重要建设，唯一在台南的一个绿能科技园区，咱嘛去套倒来。这个经费嘛有足落，包括咱的这个咱中央研究院嘛有一个馆南部分的已经搬来，医生已经变啦，所以这大重要建设，这个拢有名目也有开端，把这个我跟市长有清点大概，真正老百姓会马上有感觉的18项工程，刚才我介绍那几个，等等，包括市政府家己嘛，工课也足多，真正做8、9、10项啦，拢已经咧做啊。那呢，咱
不久的将来吼，咱台南市绝对有做些新的重大建设，一项一项会呈现出来。对，没错，哇！听了副市长这样讲以后呢，就是说，在未来的2年半里面咱的市民朋友应该拢会当看到，讲，咱台南市给了真侪重大的建设这是真正看得到，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啦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副市长您上任之后，能够真正的来协助我们的赖市长，运用你的魄力，还有你对工程方面专业的经验然后带给我们市民，很更好的一个未来。好，今天咱非常感谢副市长跟咱做当中，再次谢谢副市长，谢谢主任，好，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好，请谢谢这波，咱底下各集团乐，后来本南港界时间再会。